如果咧要用一個詞語去形容我哋樂智通咧，我會用革新。樂智通咧係通過一個創新嘅數碼轉型同埋高效能嘅系統咧，提高咗咧服務嘅質量同埋個效率。樂智通平台咧係一個咧專為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咧而設計嘅，而旨在咧就係提升咧我哋服務嘅質量啦，同埋呢個行政效率嘅。而平台嘅功能咧主要咧就係支援住成個我哋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嘅工作流程嘅，包括自動嘅排程啦、個案嘅管理啦、資源嘅共享啦，同埋活動嘅報名嘅。家長其實好容易透過我哋個手機流動應用程式咧，就可以睇到咧小朋友嗰個進展㗎啦。甚至乎原來前一日個小朋友做過個咩訓練，咁而到第二日佢去再跟進個訓練嘅時候咧，都可以知道嗰個最新嘅進度。咁所以亦都可以咧進行咗適時嘅服務嘅介入嘅。咁其實個案經理能夠喺個系統裏邊咧，就好容易掌握晒咧成個個案裏邊嘅全面嘅資訊同埋佢嘅進展。服務嗰個行政咧同埋聯絡工作咧好沉重啊！以往嘅復康服務裏邊咧，多數都係用一個紙本作業嘅。咁因此咧，我就諗啦，我哋可唔可以咧透過呢一個數碼轉型啦？其實我哋好希望咧可以做好呢個服務咧，就幫到小朋友咧可以得到個更加好嘅復康服務。喺個平台嘅創建嘅期間裏邊咧，大家即係一齊參與成個項目嘅管理嘅工作，同時亦都安排咧人手咧提供呢一個嘅用戶嘅要求啦、參與測試啦、做訓練啦，咁同埋咧喺參與翻呢個專業嘅知識交流同埋呢個資源共享部分咧，都係成個我哋數碼轉型裏邊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嚟嘅。而未來裏邊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繼續咧優化呢個系統啦，同埋亦都咧希望咧繼續咧為我哋嘅小朋友裏邊咧提供最優質嘅康復服務。我諗呢個獎項咧就正正咧對於我哋咧共同嘅努力一個好大嘅肯定嚟嘅。咁我哋都鼓勵啦參賽者啦，其實我哋要勇於創新嘅，不斷去探索，希望咧用呢一個嘅資訊嘅科技咧優化呢個服務，貢獻社會，改變世界。